反對埃及總統穆爾西嘅示威者喺經過連日大規模抗議之後話，將會繼續抗議，直到穆爾西辭職為止。巴基斯坦發生多宗嘅爆炸事件，共有幾十人死亡，使到英國首相訪問伊斯蘭堡蒙上陰影。喺賈拉拉巴德嘅阿富汗安全部隊拆除咗自殺爆炸手身穿嘅背心，防止咗爆炸襲擊。德國政府話，報道稱美國秘密監聽歐盟成員國，如果報道屬實，令人難以接受。中國北部遭到暴雨同埋冰雹嘅襲擊，共有11人死亡。巴西人民慶祝巴西隊以3-0擊敗西班牙，奪得洲際杯足球冠軍，同時反政府示威持續。